刑事局的电信侦查大队抓到一个嫌犯哦，指挥下骹人透过偷录别人的信用卡，买一寡正贵的闪死的商品，再搁卖掉来洗钱。目前知影有22个被害人哦，损失是超过大约2000万。 再将被害人信用卡绑定至集团成员所持用之行动装置，以 Apple Pay 行动支付方式至事先知情之连锁3C 经销商旗下门市，将被害人信用卡额度盗刷一空，再将取得之手机以低于市价行情交由合作之通讯行销赃牟利，完成一条龙之诈欺、盗刷、洗钱之犯罪模式。 刑事局表示讲，这是新的诈骗的手法，假做是公务人员哦，摕到被害人的信用卡、金融卡、甲网络银行的口座，也是被买，就开始消费买物件，再佮甲买来物件，佮再卖出去来换现金哦。专案小组对早锁定讲有帮派背景的嫌犯甲共犯，已经甲因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咯。